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湾进行零体罚教育已经满11档，不过透过这一张搁一张囡仔伫学校受体罚的相片，显示这项问题依然存在。依然创全质疑，到底是公部门教育体制无够健全，或者是采取放任不管？重点若是继续消极作为，类似事件将有可能再次发生。社会局这个系统也失灵了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整个要粉饰太平吗？还是说，这个掩耳盗铃，反正就是听不见就好了嘛，什么事情都不用管。那这样是不对，这是非常的一个对我们很多的孩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尤其是教育基本法通过，它是一个法律，禁止体罚就是一个法律。当你违反，就是违反法律。那身为教育者，身为公务体系的人员的话，你不能对法律充耳不闻哦，这个是违法而且是这个抵触相关的民刑法那么这部分的话，我们认为市政府应该要再更重视、更严谨不能够让整个教育环境变成是这个样子。根据人本基金会2013年校园的问卷调查，体罚伫5岛当中，台南的国小学堂是排第3关，而高中生的部分更是上关的，并且以6件发生伫台南市的体罚案例进行说明，表示有不少老师拢不是第一摆体罚学生，而且也无受到改变。质疑教育单位违规包庇进行体罚的老师，因为今天不是单一的老师，不是单一的校长做了这些体罚的违法行为，这是整个学校的教育行政，整个教育局的教育行政在包庇、在淡化，在庇护、护航这些老师的违法失职行为，所以这是国家的体制暴力。国家的体制暴力如果不终结，台南的孩子永远没有办法安心上学，永远会有下一个受害者。有家长代表也特别出席记者会，表示囡仔伫学校一直受到体罚，虽然老师被记2期新改，不过校长却无法度保证这名老师日后袂再犯，互家长烦恼，要安怎保护下一位囡仔，莫受到同款的对待。今天不当体罚，不管在台湾或哪个先进国家，已经不被允许。更别提拿热水壶烫伤小朋友，此种不合常理的侵害行为。部分师生、家长甚至网友却要我们用爱之深、责之切来将暴力合法化。试问，若对大人不能做的事，为什么可以对小孩子做呢？一个世人的良师，懂得因材施教，懂得倾听，懂得欣赏各个孩子不一样的美，而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们又怎会不知？棍棒是由上而下的压制教育，并不适用于各个学生呢，又是烫伤，又是不当体罚，不禁让人质疑：眼前这样一个老师，真的还适任吗？教育局表示，针对校园体罚，若查明是事实，将记新改，或者是记过处分。你若是牵涉到虐待的行为，就会请社会局介入判断。电视新闻张林根采访报道。两家开发案近年来引发侪争议。台南社区大学特别邀请专业的土木工程博士郭延图，就四周边两家的地理环境以及政府公告的法令为依据，进行深入探讨。结果发现，该地区已经被划分为地质敏感区，也是台南市历史破灾重点的地理区。更何况，嘛是立林溪的水源地，依照法令根本未当从事任何的开发行为。属于地质敏感区，地质敏感区来的3分于地法敏感区，同时也是按照这地质法，同时也是国土计划法里面的环境敏感区。那这2个敏感区，按照灾害防救法的规定，都不能做任何开发行为。这个大家
A 了。而这2个敏感区都是在国土计划法内底拢已经有啊，都已经规定在里头，所以我内底有规条内底安尼。哦，那他现在就是完全不能，我内底都提出来了。掩埋场要适合掩埋场要有15个政府的法令，那现在15个政府法令之外，因为加上灾害防救，就另外有8个政府的法令，都是表示这个地方是不能开发的。那不能开发，就是意思是说，经济部要撤销欧兴公司这个龙崎掩埋场的开发许可，台南市政府要撤销龙崎掩埋场的水土保持计划许可，这2个都要撤销，同时这个地方都完全不能再按照这个欧兴原有申请的去开发，不能开发，这里要保持原来的地形地貌。在咧与会讨论过后，社区大学后一步将要采取的行动，就是收集证据，向高等行政法院提出告诉，希望会当运用法律的公权力，依法来撤销掉龙崎掩埋场开发许可以及水土保持的时间许可。撤销环评，撤销环评。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自然地形，守护世界自然地形。为提高土地价值，安南区外温106年3月地方的县里主办中委会由第一次会馆大会审议通过中庭。根据了解，目前283位地主已经有过半同意，整个中委面积嘛已经占67%。不过，上午第2次会馆大会却有部分地主认为，因的建地伫大路边，根本无需要参与中委，互因原本100坪祖产中委以后减半。加上现在无法度买卖，权益严重受损。伫上午大动作由布条表达抗议，希望所有无同意中委地主拢出面争取权益。我哋改变啦，政策拢改变啦。啊，你若真无理知影，政策咧改变，咱是咱建议，咱甲你讲嘅本，你讲咩？你靠唔到人，你怎样不好好诶？你要讲xã會，啊，你要講xã會哦，都唔要講嘅啦，真命咧。原地主甲无同意证，嘛敢若无人咧同意付的。我说恁即档无处理个事，恁就咧下一步提案2、提案3。哦，我讲安尼，上基本的条件，就无讲好势。啊，你若要一定做落去，对无？啊，阮就是甲无同意证，阮就是无要参加恁用的。啊，恁下当用的，恁后壁恁有在甲恁去做，但是阮后面遮就是无要参加。对此，负责中委业务表示，每一个地主拢无同的状况，不过现在大会过后，也需要听证会以及市地中委委员会市府才会正式核准中委。你要办都市计划变更，除了市政府主动办理啦，你中委会要办歹势，你得人数面积拢要过半数，靠我倒去办理啊。啊，所以我今仔去摕来表决啦。你若讲有同意的话，我今仔就是有过半数，好啊，来进行后面的都市计划变更。啊，今仔日的第2个提案、第3个提案，当然就是等都市计划变更完成之后，才去办理啊。所以市府嘛，我都还未核准。啊，未啊，即马都还未核准实施势力重划啊，因为后壁佫包括爱举办听证，啊来听证了，各一个势力重划委员会，他会根据会员大会个听证的记录的结果，他要准你核准实施势力重划无？虽然市地中委会当执行政府公共设施用地取得甲开发工程等经费，土地所权人卖当得到土地增大的效益，会当公示双赢。不过民主社会也是需要征求多数决的同意才来实施。台新闻军籍郭博义采访报道。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琴。很高兴今天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又要和观众朋友介绍客家相关文化。小邓老师，刚才画面出现好特别，看起来应该是点心之类的哦。小琴跟木色啦，真好哦！一款方面就伫今本日我来介绍客家嘅美食点心牛温水。牛温水好有趣哦，这和牛有关系吗？客家人当好食饭，也当会做饭。牛温水就是传统嘅客家美食。我从头就會老人講，牛温水係糍粑嘅兄弟嘅。哦，和糍粑有關。頭擺嘅客家人啊，當年就有耕種，嘅耕種嘅時節，天窗就會種當道嘅各種，有種蓬萊米啦，有種糯米，有種炸米等等。除咗那一本公堂書以外，剩嘅就留下嚟自家食。從做甜食嘅時節，客家婦人家就會做點心，本下嘅耕田師傅來食點心哦。尤其係做了寒嘅甜食啊，來食一碗小小嘅牛温水，嘅真件係意太香酥哦。这牛温水要怎么做呢？又为什么名称这么的有趣啊？牛温水啊，係用糯米做嘅，古上嚟講係老糍粑係兄弟嘅。牛温水嘅做法啦，老祖扮演嘅方式會同樣嘅，不過嘅餡嚟啊，比扮演差唔多，大家有一批人睇。做嘅時節，老闆菜攞到圓，當昂要條條嘅擠一隻過嚟。做好冰落鑊度，本佢煮食。將冰落用薑麻煮烏糖水底杯，嘅飯呢一扎一扎浸落嘅烏糖水香，看起來就當像係牛嘅一扎一扎浸咗水香高水樣嘅，故所就按到牛温水。我想起來了，我記得呢，我曾經到桃園北部哦，有一條老街逛街過，好像有看過但是因為沒有吃過，所以也不了解啦，就錯過了。哈哈，難怪小琴會錯過哈，要當到南部嘅客家人，你同樣唔知客家有牛温水呀，客家美食嘅點心。當到南部嘅客家人，你唔食過。哦，是哦。因為我係桃園客家人啊，客家美食點心我從細就食當到。聽起來真的很讓人羨慕你原本日來介紹客家美食的點心嘛，按到牛温水，其實沒有那麼一種講法，按到綠糖匙。綠糖匙，這又更有意思又是怎麼說呢？哈哈，牛温水又按到綠糖匙，也係有學問嘅哦。聽起來好像有些生活哲理耶。牛温水又按到綠糖匙，意思係講從食呀烘點心嘅時節啦，一擺將做得有一粒來食，按樣將唔會講到，要加個名按到綠糖匙，也綠。表示會少就會容易，故所也向客家美食點心，愛乾少食，將會好食。食嘅時節啦，要愛慢慢嚟食，將唔會落到。哇，原來在食用客家美食點心，還有這麼多學問啊！係啊，收看我哋嘅節目啊，不但做得認識當道嘅客家相關文化，最重要係做得認識當道嘅客家話哦。是啊，今天節目又讓我們認識不一樣的客家美食點心。今本日嘅節目，我哋同樣老大家介紹客家嘅詞彙，就係牛温水綠糖匙。牛温水綠糖匙，好像有。看起來蠻簡單的嘛，觀眾朋友呢，有空的時候不妨可以嘗試做做看，打打牙祭哦。講定啦，然後好客之家，天師學院今本日就講到這邊咯。以下我留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
车吼。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利利维沙亚发展协会创会理事长阮景玉发自善心，希望会当帮助较侪弱势家庭，以及服务较侪孤单伫厝的长者，因此发起免费的课后辅导以及免费为长者掠龄的服务，希望会当借此来帮助较侪人。现在我们的长辈越来越多。那我们很多就是在忙工作，没有时间照顾长辈。那我们给我们的新住民姐妹们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他们就业，也可以让他们跟老人家互动，突出我们的台湾的跟东南亚姐妹可以做一个交流。然后我们服务妇女们也可以，台湾人跟小孩的台湾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融合，一起多元文化交流。可以互相彼此认识多元文化。我们的嫁来台湾，第一个我们文化不同，语言不通，在这个台湾有一个隔阂。但是到今年，可能未来这个社会看比较少，因为我们会努力学习台湾的文化。目前因为人手问题，该项免费服务的活动只限定伫咧安平区的花冰路，因的协会场所来进行。理事长也希望未来会当有较侪有心人做伙来响应。做伙来服务较侪弱势民众。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以着历史品牌为主的府城艺术专家餐厅，为着要让顾客有更加舒适的用餐环境，专心装潢，打造原住民风格的自助储餐环境。安尼服务也互来用餐的顾客，亲像是伫咧大自然当中用餐共款。业者也准备了侪种。伫咧其他所在，真罕得食到的山菜、水果，每一项拢以健康为诉求，要让消费者食到上佳天然的食材。我们重新更换了这个场景哈，这个各位看到是不是非常有那种大自然风哈？我们最大的目的是说，跟台东合作，然后把那些原住民采集来的野菜呢，本来我们是一盅一盅，然后现在开始我们把它放在这边，任由客人自己取，这样比较不会浪费。因为我想吃多少我就夹多少。然后呢，我们也为了说现在小农市集很多。这边每个礼拜六也都会有小农市集，然后呢，我们也把他的东西拿到这边来摆饰，顺便就说，有喜欢的客人可以买回去用，像那个栗子、南瓜啊、红番薯啊、木耳啊，还有那些野菜都可以顺便买回去这个是我们艺术转角12年来第一次做这样大的变动。业者采用侪在地小农所生产的农产品，也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运用当时大出的食材，推出各项私房的特色菜，要让消费者食了健康又个无负担。台南新闻王志豪、张伟忠采访报道。4、3、2、1，2018星光3月台南新天地的彩灯节，神气旺旺。西门广场伫一片灯海装饰之下，除了各种品牌造型花灯，以是肯是美作为主题，象征新的一档，民众拢会当实传是美来度过以外。特别是会中嘛展出咱在地艺术教室，以及侪幼稚园的小朋友所共同彩绘666个花灯，场面相当壮观喜气。业者表示，其他按照进行梦想圣诞村的拍卡热潮，带动相关的人潮甲商机。
那可以看我身后是我们全台首播的灯会——星光3月彩灯节。那我们活动日期是从1月25号到3月4号。那可以看到里面是有我们10座的品牌狗狗马戏团造型花灯和我们的主灯福禄寿喜。那也可以看到上方的灯笼是由我们台南在地的艺术教室和幼儿园的小朋友总共帮我们绘画了660个灯笼，一起来帮我们的灯会画龙点睛。那邀请民众一起在今年新春一起来星光3月彩灯节闹花灯。大家表示，点灯以后一直到3月4号的新春花灯，都来要请民众拢来感受，而且2月12号进前到高华马戏团造型的花灯去上拍卡上网路，也有机会抽到饭店的大房，地名行李箱订奖项，欢迎大家来迎新春斗阵耍。电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内国民性自办证合法伫10岁以下儿童，目前推测可能是甲主体免疫引起的血管炎反应有关系，而且伫受到外来病菌感染时，身体会自然产生抗体，但可抗体除了对付病菌，佫会攻击正常的血管，引起全身器官甲组织的发炎，来出现腹肚痛、关节肿痛、甲皮肤红疹等等无爽快的情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类过敏性紫斑症呢，就是好发于在孩童的一个微血管发炎的疾病。那通常它的症状就是会有典型3个症状，就是会有腹痛、关节痛跟下肢的红疹。那这一类疾病通常目前成因不明，但目前比较认为的是一个免疫反应的免疫复合体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微血管起发炎，那就是造成的症状。那基本上除了说有一些剧烈的腹痛，或是有一些肾脏或是重要器官像肺部或脑部发炎引起的症状，我们需要用到类固醇来做免疫的调节以外呢，其他的症状都可以用一些基本的止痛药啊、症状缓解的消炎药来缓解它的症状。治疗方式包括使用止痛药啊、消炎药啊，甚至需要用到类固醇。正常来讲，1-2礼拜就会当治疗好势。不过医师提醒，半冬内有5成的病人可能会复发，所以家长一定要特别注意。若是有相关的症头，上好量早就医，以评估是毋是有产生并发症的可能性。电视新闻张生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要出去。